屋企多咗2個小朋友之後，啲嘢真係多到逼爆啦。好彩最近俾我揾到慳錢又慳位嘅育兒寵物，就係呢一部日月潭沖浪沖飲機乘 UV 消毒機，將消毒同埋沖奶嘅功能2合1。每次沖奶可以調校唔同嘅出水量，定量出水，有4個嘅預設溫度，而且仲可以上下微調溫度同埋出水量，想要幾多同幾熱都可以自己控制。每次出水前都會自動排空機身管道嘅餘水。分體提壺嘅設計可以方便清洗同使用，仲可以將水直接煲滾至100度，話咁快就水滾啦。解開咗安全鎖之後，小朋友都可以自己簡單斟水。UV 消毒烘乾機入面可以擺到6個奶樽咁多，上層靈活嘅嬰兒用品層架可以擺放一啲小物品，有齊烘乾、紫外線、自動無菌儲存功能3個模式，仲設有小夜燈功能。夜晚起身直接喺 UV 機度就揾到奶樽沖奶，簡直係夜奶媽媽嘅恩物啊！水壺用耐咗個底會有啲污垢，記得用埋佢哋嘅檸檬酸清潔劑定時清潔啊！想育兒輕鬆又方便，而家有冇獨家優惠碼，仲有8